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將會喺出年3月舉行。港澳辦主任黃光亞接受雜誌訪問嘅時候，列出中央對下屆特首嘅要求，包括愛國愛港、中央信任、有管治能力同港人擁護。黃光亞話：從中央角度，行政長官要可以準確貫徹落實基本法，全面、準確、客觀咁樣向中央反映香港情況，亦都要用符合香港法律規定同埋香港情況嘅方法，向市民解釋同落實中央政策。希望每位參選人都應該以港人長遠福祉為依歸。黃光亞話：中央會認真分析同研究各參選人嘅施政理念同取向，希望選舉係理性、健康同富建設性，亦都希望選委會會選出一個中央信任、港人擁護嘅行政長官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話：特首作為兩地之間嘅橋梁，中央希望日後嘅特首配合中央政策管治香港，中央可以透過特首如實準確咁樣得知香港情況，喺制定對港政策嘅時候有更可靠同詳盡嘅信息。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偉強認為，黃光亞嘅言論暗示梁振英做唔到準確反映香港情況，中央希望下屆特首可以改善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